那么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它完完全全就是有智慧、慈悲跟智慧。所谓的知悲赏运是什么意思呢？知悲赏运就是菩提心。有智慧的基础上，那么在修持怎么说呢？智慧那么就是它的见解就是空性。那么智慧跟悲心那么那个慈跟悲，然后就是慈悲心，就是慈悲心嘛。然后菩提心就是慈悲心加上智慧，就是菩提心。只是慈悲来说的话，那当然就是众生的慈悲是，那就不够是菩提心。菩提心呢，就是知道一切万物一切法的道理那么万物一切法的缘起性空的道理，而所有一切众生都没有了悟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就是轮回的原因就是无明。所以我们从无明当中要救出来，让他们获得圆满佛的智慧，这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用这个方面呢，就是继续一直在那个修炼的情况下，那么就不会产生就像刚刚那两位比丘的这种行为。刚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戒律方面非常亲近，然后其他的这个为一切众生的菩提心跟慈悲跟那个大悲心方面，就是没有修持的情况下，也是不够好嘛，对不对？对。当然每一个都是不能缺少的。戒律方面来说的话，也是一定要精进；修持方面来说的话，也是一定要精进；然后信心方面来说的话，也是一定要很大的。然后在这个怎么说呢？静观方面来说的话，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密宗的弟子。密宗的弟子，这并不是说是不是小乘的弟子，我们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藏传佛教的修持者都是大乘、小乘、密乘，都是圆融修持的一个修行者。所以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拉捏的这个怎么说呢？程度感。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分别是必须得要非常清楚的，不能完全是在一边站在一边，然后必须得要就是要怎么说呢？站在一边看不到一边的那种是不行的。我们在修持大圆满法的人，那么一个人就是站在最高的这个高山上，看起来的话，就是周围的所有的山土都看得到嘛，对不对？那么如果是一个选择一个最低的一个山土上去看的话，那就是顶多会看得到周围的一些小的山土而已嘛，对不对？就像这样，我们成语里面平常也是有一种俗语嘛，就是看得高站得高看得远，是不是？对。站得高看得远，就像这样的，就是我们修持大圆满法，佛教九乘当中，为什么说阿得瑜伽法是最高的？那么在修持大圆满法、阿得瑜伽法的人呢，就是要了解生胜法义，一切整个佛教九乘的最终的内容都是非常清楚的了解。所以就是九乘最顶上的往昔佛陀在世是也许多具增上慢的比丘，听到宣讲甚深空性是一时，苦途心血而亡。为什么要苦途心血而亡？因为就是深胜法义理解不下去，然后就是没有这个容纳的空间，然后同时产生了这种严重的这个怎么说呢？邪见之心，那么就怎么说呢？脱学而死亡的。同时也是怎么说呢？进入地狱的公案，有这种的很多的故事因此我们应当对深深正法以及宣讲此法的普特揭罗，从内心深处升起深解，恭敬诚信。倘若因自己智慧浅薄而不能升起深解，
那么尽力断除诽谤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有很多自己不懂的或者是没有听说过的这些的法义，都是不能怀疑。当然就是不能诽谤以外，就是不能怀疑，因为就是这个来说的话，就也有很多的这些神圣法义的，这些的显现是有在不脱切入的这种身上会发生的。比如说在修行人的身边发现的很多的如法与不如法的很多的显现，那么这些一切都是我们不能以为是说某某人有在喝酒，所以他肯定不是修行人，而且他不如法。释迦牟尼佛不是说不能喝酒吗？那么他又在喝酒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行为，尤其是在怎么说呢，修行人的身上，尤其是在出家中的这个身边，很容易发现的。因为呢，就是对于修行人，每一个人都对他有一种要求，那么对出家中也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有一种要求。今天如果是从他的身上发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很容易产生怀疑，产生一些邪见之心。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持佛法者来说的话，那我们要学习的什么呢？我们要学习不要产生这些邪见之心，因为这个来说的话，也是我们有原因有道理，我们可以做得到这样。原因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已经给我们说过了，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并不代表他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发心清净与不清净，而且并不代表他的成就有没有，或者是他的见解有没有多高多深，这些都根本就是看不出来的。释迦牟尼佛说，他以他一样的人才可以判断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成就感，他的如法与不如法的行为。我们刚是从肉眼看一个人的行为，然后就是说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如法，这个应该不如法，这种的那种想法是完全不对的。所以过去在印度的很多大成就者，那么在那兰陀寺修持最后成就的很多的那个大成就者，那么在比如说有一位叫萨拉哈巴尊者，他也是那兰陀寺的出家众。那么后来呢，他就是在从我们世间人的这种语言来讲的话，那就破解了以后呢，从那兰陀寺的僧团里面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他就从那兰陀寺飞过去，飞到那个在菩提盖亚附近的有一个圣地，一个斯陀林，现在也是那个斯陀林是非常重视的，大家都去那个叫那个斯瓦查，那他在那里修持，就是利于更多的众生就像这样。那僧团就是把一个这个本来的一个比丘制，后来他不是比丘制，他不是出家众的时候，从僧团里面赶出去，这也是有道理的。原因什么？僧团有僧团的管理，那么僧团里面的所有的僧人都不是大成就者，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成就者，但也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初学者。所以僧团一定要有僧团的管理，不然的话就是都混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不可以的。所以就是僧团里面把他赶出去，也并不是说是因为他的修持不好，他的成就不够，他不如法，所以赶出去，也不能这样认为。但是一个僧团，它有僧团的这个规章制度，所以规章制度里面呢，他今天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修行者，那你说如果是僧团，那就是有收持这个僧团的戒律或僧团的这个规章制度下面，那你就可以待在这个僧团里面。那么但是这个你没有这些规章制度的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那当然你就不可以待在僧团里面。但是你不能待在这个僧团里面，原因并不是说你不是修行人，也并不是说是你是破坏者破坏戒律者，尤其是破坏密宗的戒律这些，跟这两个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印度的大成就者里面，有些人呢就是有一位成就者，他就是在跟一个母狗一起生活的
那么那个母狗是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太太，那也是一个大成就者，非常殊胜的大成就者。所以大成就者的行为是不定的。所以我们从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身边要解释的部分，就是我们要重视的部分是这些。那么我们在神圣法义当中，比如说佛陀所讲的缘起性空的道理，一切法本身就是以空性而产生的，那么就没有空心而不会有第二个法。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所有看到的万物一切的东西，也是一直都在变化的之中。所以今天我们把一个石头也好，一个泥土也好，把它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就把它那个怎么说呢？转成为一个空性的话，这个道理都是佛陀都给我们讲过了，所以就是很清楚的、很简单的，一切都是由原子、分子这样组成起来的。那么这些是一种能量，把所有很多的那种细微的这种回程，把它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是能量产生的，所以我们现在肉眼上看到的这些都是肉眼看到的，是很初步的一个初步并不是细微的。那么就是从细微的用佛的智慧来看的话，那就是一切整个万物一切的法都是没有一个停在一个地方的，都是在变化之中。那么这些变化者全部都是无常的，所以它的根本就是空性。因为一切都是空性，所以会产生一切的法。因有产生一切的法，所以叫做空性。所谓的空性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一个空叫做空性嘛，那也不对的。所谓的空性就是有万物一切的根源。那么在万物一切就是有从空性之中产生的，所以也是空性而已。到最后推到也是空性中而已。所以就是一切的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也不能说完全有。这有与没有之间呢，就是在合而一体的，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分别跟这种怎么说呢，执着的对境。所以呢，我们就这些道理，比如说任何一个人，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说佛陀说一切万物一切法是空性，那这个方面比较不会产生太大的这种烦恼，也不会产生太大的那种邪见之心尤其是有接触佛法的人都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邪见之心那么在怎么说呢但是呢，从人的行为当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大成就者的行为当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听说过这各种各样的故事的时候，那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邪见之心。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说呢，这些也是不可以的，不对的。因为就是法的神圣应依，然后如果是今天出现在一个人的行为上面的时候，那也许是他是真正的，也许是假的，也许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是最好不要去任何的怀疑。如果就像这里讲的，尽量不要去怎么说呢管他的事情，然后就是放着就是怎么说呢不要有太多的自己不要有那种邪见之心是非常重要最重要的。自尊自恋着扛着我